周日佛說時光第25集，願你在失落中仍能看見恩典。失落係修行的入口，人生唔可能永遠順利，你可能會失去，會跌倒，會懷疑自己。但佛教提醒我哋，失落唔係終點，而係轉化的契機。佛法講諸行無常，一切都在變化。失落提醒我哋唔好執着，唔好忘記初心。願你唔因失落而否定自己，反而更靠近真實的你。恩典藏喺最黑暗的角落，有時候正正係因為失去，先至學識珍惜；正正係因為跌倒，先至學識謙卑。佛教講苦集滅道，苦係第一步，滅係終點。你愈能穿越苦，就愈能看見光。願你喺低谷中，仍能仰望星空。修轉化心的方法：靜坐時，溫柔面對失落，練習寫下今日我學到咩？我感恩咩？當情緒低落時，陪伴自己慢慢走過，將失落視為修行。每一次痛苦都係一次淨化，每一次失落都係一次提醒，每一次轉化都係一次重生。本周佛說金句：苦中有光，失中有得。願你心中常明，前路常亮。願你在失落中仍能看見恩典。願你在人生低谷時仍能相信希望。